继续来看新竹市长的选战，林经仁进前是指控着高虹安疑似利用真助理来诈领着助理费，沈惠虹嘛建议高虹安爱诚实来回应这个争议。高虹安是来开记者会，公布这个真助理任职的期间工作的证明，而且讲已经把所有证据交予调查局了。 后壁是证据，壁手提规摊嘛拢是证据。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，和对手林经仁指控疑似是利用姓李的前工会国会助理诈领助理费。高虹安今仔日亲身说明，公开姓李的前助理的工作记录来证明。全天候的社群管理，或者是这个公务手机的接听，那以及6日的随行活动行程。老实说，我自己在看完这些工作记录之后，我觉得42个小时都还嫌少。 简报写出姓李的前助理对2020年2月到2021年3月工作4项，内容包括调做工作、社群管理、来官方社服规划和开发，帮助执行各地选民服务，协同设立地方服务处和立院办公室事务，强调甲收集到的人证物证交去调查局，嘛对媒体人周玉蔻等人提告。像这几位被告提出加重诽谤，还有意图使人不当选、公然侮辱、妨碍名誉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案件。虽然高虹安提出真侪证据，林经仁又按开记者会质疑前助理是安怎拿现金去办公室的口座。你可曾看过有公司要求员工上缴薪资，当做主管可以任意使用的特别费吗？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沈惠虹建议高虹安直接对决。高虹安面对这些争议这些相关的质疑，诚实回答才是最好的上策。 面对争议，高虹安已经有做好准备，不过那样继续提出质疑，这场诈领助理费的案件恐惊也会继续谈。